喺大西洋水下600英尺嘅無底深淵，一艘價值27億美元嘅核潛艇正無聲無息咁劃過黑暗海底。狹窄嘅指揮官艙室入面，美軍核潛艇艇長慢慢合上眼睛，但係佢睡眠時間被死死限制喺6個小時之內。呢位掌握住恐怖火力嘅最高主宰，就連休息都只能困喺一個面積只有1.5平方米嘅細小艙室入邊，食住同18歲新兵完全一樣嘅脫水蔬菜同午餐肉罐頭。喺呢條連牆上時鐘都失去意義嘅鋼鐵管道入面，135名精英將會喺呢艘潛艇入面連續潛航70日。而面對24小時無限責任嘅艇長，究竟係點樣用一套近乎神經質嘅極致紀律去死守全艇135名官兵嘅生存極限？喺呢艘攜帶住足以改寫人類歷史火力嘅終極利器內部，究竟要靠一套幾殘酷嘅法則，先可以驅使血肉之軀同核反應堆完美共生？今日 Number World 將會切開美國海軍核潛艇嘅防壓鋼板，帶你直擊深海18小時制嘅生存地獄，揭秘一名潛艇艇長真正嘅心理極限。要理解一名美國海軍潛艇艇長嘅生活，我哋首先要撕走所有荷里活電影嗰層浪漫濾鏡，直接面對深海後勤殼入邊一組冷酷到近乎變態嘅物理數據。喺現代大國博弈最隱蔽嗰條戰線上，美國海軍一直維持住一支由3種主力核潛艇組成嘅深海打擊力量。第一種係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滿載排水量高達U8750噸，係名副其實嘅海底末日堡壘。第二種係洛杉磯級攻擊型核潛艇，第三種就係弗吉尼亞級，呢個係最新一代攻擊型核潛艇，全長377英尺，排水量高達7800噸。呢啲數字表面睇落非常龐大，但係對艇長嚟講，要管理呢艘船，其實係一場徹頭徹尾嘅空間物理災難。一艘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雖然長度超過100米，但係當中超過1/3嘅黃金空間已經被硬生生分配俾處於絕對保密狀態嘅核反應堆艙段以及龐大嘅推進系統，真正留俾全艇135名到160名官兵生活同工作嘅空間，甚至仲不如陸地上一個普通3房單位。呢個就係核潛艇艇長每日必須面對嘅底層邏輯。潛艇從來唔係為咗令人類生活得舒服而建造，佢係一頭工業怪獸，為咗將核反應堆同大威力武器送到敵方屋企門口，可以將每一寸空間都壓榨到極限。喺公海之上，陽光可以連續70日到90日完全消失，冇自然光，冇星期幾嘅概念，唯一嘅照明嚟自頭頂長年維持同一亮度嘅日光燈，以及機器永不停歇，最高可達上100倍嘅低頻震動。喺呢個鋼鐵膠囊入邊，艇長唔單止要維持武器系統嘅絕對戰備狀態，仲要好似一位深海心理學家同行政高層咁，死死盯住每一名艇員嘅生存極限。喺地球表面，人類用咗幾百萬年進化出嚟嘅生理時鐘係完美嘅24小時制，但喺大西洋或者西太平洋水下600英尺嘅地方，呢種24小時嘅自然節律會俾美國海軍徹底打碎。為咗將潛艇嘅戰備狀態壓榨到極致，同時最大化利用輪班效率，美國海軍喺核潛艇上長期實行一套極其硬核嘅18小時制一天。潛艇兵嘅一日會被嚴格而冷酷咁切割成3個6小時區塊，頭6個小時係當更值班，你要死死盯住聲納顯控台，操作核反應堆控制板，或者喺魚雷艙待命，精神長時間處於極度高壓狀態，中間6個鐘頭就屬於個人自由時間。但呢段時間絕對唔係俾你攤喺度睇戲，佢包括繁重嘅設備維護、戰術訓練、各種選管演習以及排隊食飯。最後6個鐘頭就係強制睡眠。呢套系統最精妙，同時亦係最折磨人嘅地方在於18並唔可以被24整除啦，亦即係話潛艇官兵嘅當更安排、食飯時間同瞓覺時間每日都會固定不變咁向前推移6個鐘頭。你嘅身體啱啱先適應咗喺午夜食早餐，但因為日程繼續推進，去到聽日，你嘅早餐時間就會變成生理時鐘入邊嘅
下晝，美國海軍潛艇醫學研究實驗室嘅研究人員曾經喺一項追蹤研究入邊，透過佩戴腕部監測儀記錄咗58名處於巡航狀態嘅水兵。數據顯示，呢批喺深海執行機密任務嘅精英，平均每日實際睡眠時間只有6.62個鐘頭。長時間晝夜節律紊亂會令人類體內嘅褪黑素分泌出現混亂。科學家檢測水兵嘅唾液樣本之後發現，雖然佢哋嘅褪黑素分泌依然頑固咁跟住原本嘅陸地生理時鐘運作，但佢哋體內嘅皮質醇水平已經被迫調整，用嚟適應高強度嘅18小時輪換。呢種長期處於半時差狀態嘅生理高壓，就係每一個深海潛艇兵都必須繳付嘅多巴胺稅。但係作為艇長，佢面對嘅挑戰完全唔同。佢唔可以好似普通水兵咁死板咁卡喺18小時嘅軌道入邊。普通水兵落更之後可以去瞓覺，但係只要潛艇仍然航行緊，艇長就必須對核反應堆安全、聲納每一次移動以及任何突發戰術態勢負上無限責任。所以艇長必須經過精密計算，將自己嘅睡眠同潛艇整體行動節奏高度綁定，確保自己隨時都處於最適合做決策嘅狀態。喺核潛艇呢個一寸空間一寸金嘅特殊環境入面，床位甚至比導彈更加珍貴。亦正因為咁，潛艇上最著名嘅傳統就誕生咗。呢個傳統叫做熱鋪。一艘攻擊型核潛艇通常搭載135名官兵，但係船艙入邊就算塞到盡，都只可以放得落大約94張固定床位。數學上出現嘅巨大缺口，只能夠靠物理上輪流壓榨嚟填補。士兵居住區窄小得好似一個可以行入去嘅衣帽間，3層鋁製床鋪密密麻麻咁疊埋一齊，每張床鋪嘅垂直高度只有可憐嘅24寸，亦即係話你一躺入去之後，連翻身都困難，更加唔好講坐直個身。所謂熱鋪，本質上就係當 A 水兵完成6個鐘頭訓練，爬起身去控制室接替 B 水兵當更嘅時候，啱啱落更翻嚟嘅 B 水兵就會即刻除低外套，直接爬入 A 水兵啱啱騰空出嚟嘅被窩。因為被窩入邊仲留住上一個人嘅體溫，所以呢種床位就被稱為熱鋪。水兵喺艇上僅有嘅私隱就係床頭嗰塊一拉就過嘅薄薄窗簾。然而喺呢座階級分明嘅摺疊城市入邊，艇長擁有無上權威所付出嘅代價，就係佢可以享受全艇獨一無二、絕無僅有嘅極致奢侈艇長單間。雖然名義上叫做單間，但係佢嘅大小其實只係相當於陸地辦公樓入邊一個頹促嘅隔間，面積通常大約1.5平方米。喺呢度，艇長擁有自己專屬嘅固定床鋪，唔需要同任何人共享。有一張細小嘅摺疊寫字台，仲有一部可以隨時查閱全艇機密戰術數據嘅終端機。但係即使擁有獨立空間，潛艇入邊每一位軍官同水兵都必須死死恪守一條鐵律：喺艇內走動或者關閉艙門嘅時候，嚴禁發出任何摔門聲響。喺18小時嘅當更輪換之下，任何時間都有1/3艇員可能喺你頭頂或者腳底瞓緊覺。喺安靜嘅潛艇鋼殼入邊，一次重重嘅摔門聲，唔單止會粗暴咁驚醒一段寶貴睡眠。去到戰時，呢種金屬撞擊引發嘅微小瞬態噪音，更加有可能被敵方攻擊型核潛艇嘅被動聲納瞬間捕捉，從而為全艇引嚟滅頂之災。所以，即使係艇長行出自己艙門，都必須輕手輕腳。呢個就係深海生存法則，賦予最高權力嘅無形枷鎖。歷練同日常百態，雖然潛艇艇長唔需要經歷熱鋪嗰種折磨，但佢喺心理上承受嘅折磨遠遠超過全艇任何一名水兵。艇長嘅作息係完全游離喺18小時值班表之外。作為呢艘能夠獨立毀滅幾個中等國家嘅核動力戰艦最高主宰，艇長肩負住一種24小時終極無限責任。
喺長達幾個月嘅巡航入邊，無論任何時候，只要聲納官喺海平線邊緣捕捉到無法識別嘅微弱接觸，或者核反應堆二回路冷卻管路出現0.幾華氏度嘅溫度微調，又或者收到嚟自國家高層指揮當局嘅超長波機密電訊，值班主官都必須第一時間拉響艇長床頭嘅警報，哪怕嗰一刻正正係佢生理時鐘入邊嘅凌晨3點。呢就意味住潛艇艇長嘅睡眠係完全碎片化同埋雙雙化。佢可能喺寫字台前批閱戰術報告嗰陣，趁機打盹2個鐘頭，然後又要去指揮艙指揮一次模擬接敵演練，之後再翻到床鋪上補瞓3個鐘頭。要培養一名合格嘅美國核潛艇艇長，美國海軍需要耗費超過10年嘅人力同財力。佢哋必須畢業於海軍官校或者常春藤盟校嘅後備軍官訓練團，佢哋必須接受核動力嘅地獄式洗禮，通過長達24星期被稱為全美最難理科碩士項目嘅核動力學校，死記硬背核反應堆所有熱力學公式，之後仲要進入核動力訓練單位，親手操作真正運轉緊嘅6機模擬反應堆。等到佢哋作為基層軍官報到之後，仲要經歷幾年高強度嘅崗位輪換同魔鬼考核，最終通過潛艇全科資格審查，摘取嗰枚代表潛艇兵務上榮耀嘅金色海豚徽章，再經歷部門長、副艇長一層又一層嘅選拔同殘酷淘汰之後，只有最頂尖嘅5%精英先可以最終企喺控制室入邊，向全艇下達開始潛航嘅指令。喺所有美軍軍種入邊，潛艇部隊嘅伙食質素一直都係公認斷層式第一。呢並唔係因為海軍偏心，而係因為喺一條完全冇娛樂、冇外界聯繫，甚至連呼吸嘅空氣都要靠製氧機強行生產出嚟嘅幽閉鋼管入邊，食物已經成為維持潛艇官兵理智同士氣嘅最後一道防波堤。由於實行18小時值班制，潛艇嘅廚房必須完全打破陸地上1日3餐嘅規律。呢度嘅4位餐飲專家必須喺比普通家庭廚房更加俐促嘅不鏽鋼爐頭前面24小時連續轉，每日提供4餐，分別係早餐、午餐、午餐以及深夜12點專門為落更水兵準備嘅夜餐。喺長達2到3個月嘅部署之前，核潛艇喺碼頭裝載物資嘅過程，堪稱一場極其硬核嘅幾何學物流奇蹟。由於空間有限，為咗初入多達幾十噸嘅食材，潛艇兵必須將所有可以利用嘅空間用到極致。你甚至會發現喺啱啱離港嘅頭2個星期，普通士兵居住區走廊嘅地板下面，甚至係關鍵設備之間嘅縫隙入邊，全部都整整齊齊鋪滿一箱箱冷凍牛扒同午餐肉罐頭。水兵頭2個禮拜根本就係踩住食物去值班。為咗最大程度節省寶貴嘅水資源，潛艇炊事班由源頭開始斬斷浪費，佢哋大量採購同使用免洗米。呢種米拆開包裝之後，唔需要經過任何淘洗程序，可以直接落鍋蒸煮。每一加侖節省落嚟嘅淡水，最後都會成為動力系統冷卻嘅備用資源。但喺公海之上，食材變質就係一場無法逆轉嘅時間賽跑。頭2個禮拜，潛艇兵可以享受到堪比高級餐廳嘅奢華菜單，有鮮嫩多汁嘅紅燒雞翼筋、即炒西蘭花蝦仁、乾燒魚塊，仲有餐後24小時無限量供應嘅自助雪糕。2個禮拜之後，當新鮮綠葉蔬菜同乳製品徹底消耗殆盡，潛艇後勤就會無縫切換，進入罐頭與乾貨模式。炊事班必須用脫水蔬菜、冷凍肉類以及各種高鹽高熱量嘅調味劑，強行喺接落嚟2個月入面變出唔同款式、唔重複嘅菜式，而喺潛艇官兵之間流傳最廣，用嚟喺高濕度幽閉環境入面開胃同儲濕嘅最後底牌，就係嗰罐被稱為深海解藥嘅特製航母辣醬。喺呢座漂浮喺深海嘅醫學大都市入面，艇長冇任何飲食特權，佢必須行出自己細小嘅艙室，去到軍官餐廳，食住同最年輕嘅18歲新兵完全一樣嘅牛扒同意粉。呢種同甘共苦嘅樸素飲食文化，
正正係令呢班沉默戰士喺絕境入邊擰成一股醒嘅無形精神紐帶。美國海軍有一套極其嚴苛嘅體能準備測試，即使喺暗無天日嘅核潛艇內部，任何人都唔可以豁免。但係問題係喺一條連走廊都只可以容納2個人側身擦肩而過嘅鋼管入邊，你到底可以點樣鍛煉呢？答案就藏喺整艘潛艇入邊最兇猛，同時亦係最危險嘅戰位——魚雷艙。當你推開魚雷艙，沉重嘅隔艙門映入眼簾嘅畫面，絕對會令任何一個健身愛好者目瞪口呆。喺重達1000磅、內部塞滿高爆炸藥嘅馬克負48重型魚雷嘅下方，竟然密密麻麻塞滿各種啞鈴同長椅。呢度就係呢班深海精英嘅專屬健身房。由於空間受到極限壓迫，呢度嘅設備已經精簡到近乎寒酸。全艇135人共享一個35磅壺鈴、2套 Power Block 可調節啞鈴、一支被死死塞喺魚雷發射管旁邊空隙入邊嘅奧林匹克槓鈴桿，仲有幾條掛喺管道上嘅訓練帶，幾塊瑜伽墊，就只有咁多。水兵喺長期實戰入邊摸索出一套堪稱瘋狂嘅有限空間循環訓練法。喺冇任何架子輔助嘅情況下，2名水兵必須各自握住槓鈴桿一端，背住支槓鈴桿喺狹窄走廊入邊進行極高強度嘅搭檔深蹲，之後唔休息，無縫切換到掌上壓、捲腹、平板支撐嘅瘋狂循環。單靠20分鐘時間，佢哋就可以做到多達300下掌上壓同400下仰臥起坐。但對艇長嚟講，呢個魚雷艙健身房係佢眼中一個可控噪音源。當潛艇奉命切入敵方近海執行高風險情報搜集，或者正遭遇敵方反潛兵力瘋狂搜剿嗰陣，艇長會毫不猶豫拉響超靜音行動警報。隨住艇長一聲令下，全艇瞬間亮起代表極度危險嘅紅燈。喺超靜音狀態下，潛艇嘅終極生存密碼就係死寂。艇長唔單止會要求關閉所有娛樂音樂，限制走廊大聲交談，甚至連水兵去廁所時摔低廁板呢個動作都會被嚴厲禁止。呢個時候，魚雷艙入面任何鐵器撞擊聲都係絕對致命。艇上勤務人員同埋值班軍官必須喺艇長死命令之下監督水兵即刻放低所有鐵製啞鈴，無縫切換到完全唔會產生任何金屬碰撞嘅無聲鍛煉模式，利用懸掛帶進行自重靜力對抗，或者做長時間身體拉伸。正正係艇長對噪音近乎神經質嘅極致苛求，先令美軍攻擊核潛艇創造出連續3個部署周期體能冇人掉隊嘅硬核紀錄，亦守住戰艦喺敵方雙控陣聲納底牌之下嘅絕對隱形。呢艘造價數十億美元嘅核動力利器，絕對唔只係核反應堆同巡航導彈冷冰冰嘅組合，佢更加係一位艇長喺碎片化睡眠嘅極限高壓之下，帶領住100幾名喺幽閉、酷熱同噪聲折磨中生存嘅精英，用人類最強悍嘅紀律同意志強行驅動起嚟嘅深海堡壘。正正因為佢哋選擇喺寂寞嘅深淵入邊默默堅守，選擇令自己嘅名字同航跡消失喺冰冷嘅通報入邊，先構築喺大國博弈之中最堅不可摧嘅無形護城河。